台南市伫今年迈入建成48档，伫重要的历史里程碑当中，知名作曲家石青如受到市府文化局邀请，替这座城市创作交响乐曲《风起王城》，同时由台南市交响乐团来做演出。乐队编制大概是在60人左右，那另外合唱团的部分大概是75人，是一个很大型的一个演出。而且我们这一场音乐会也特别针对这一场音乐会有制作影音的呈现。乐曲运用人声兼多元的乐曲元素，分为4个部分，包括着风起王城、承先启后、走向现代以及迈向民主。每一篇拢代表着台南历史的发展。透过一个大量的文献的考据，那将各个时代属于那个时代的背景音乐，透过交响乐的一个方式呢，制作出气势非常磅礴的、接近史诗级的一个音乐创作。交响音乐会5月11号将伫台南文化中心登场，到时也会跟合唱团斗阵演出大家熟悉的台湾歌谣甲流行金曲。文化局表示，希望当甲城市的交响乐奖早到国际演出之外，嘛要强化家文教育传承，让这首乐曲成为台南人共同的文化印记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